早起，阮会互你食药啊哦，互你健康的中药哦，要互你食健康哦，会使吗？可以吗？会甲你身体照顾好哦。古早汉方的中药，互你食健康哦，可以吗？李斌，你没有听的吗？李斌，李斌，这边爱甲阮身体照顾甲亲像一八担仔起身遐粗样哦。爸爸妈妈会甲你身体照顾足粗样的哦，可以吗？不要咬爸爸妈妈哦。斌，你没有听吗？